我不得认真做啊，这一认真啊，难免就耽误点时间。这都什么东西啊？这瓶子上不是写着呢吗？哎，双双姐，这可都是按照你给的单子上的方子配的，要是出什么问题，你可别怪我。能出什么问题呀？我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站着干嘛？赶紧走啊！我还巴不得呢。哎，吓死我了！王爷啊，不必。切，真受不了。双儿姑娘，你这脸……双儿还有些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王爷尝尝这个。双儿姑娘，本王有话与你说。王爷有何吩咐？本王独来独往惯了，你这样天天黏在本王身边，本王实在不适应。以后，双儿姑娘还是多做些自己的事情吧。这王府各司其职，双儿只是不愿意做一个闲人罢了。这灵齐王府上上下下，也不缺姑娘一个人的伙食。何况你是客人，啊，我怎能让你去做那些下人干的活呢？没关系的，王爷。双儿只是不想做一个吃白饭的人，而且付出劳动，双儿也比较安心呐。啊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李大哥给他安排活干啊。也好，也好。那吃饭吧。姑娘，就在这儿倒夜壶吧。在下告退。李大哥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活该。李大哥，哎，你说明天让他干点什么好呢？啊？让他专门给你倒公户。好啊。王爷，双儿亲手绣了一个荷包，想送给王爷，还请王爷不要嫌弃。
那本王收下了，多谢双儿姑娘。太好了，双儿还怕王爷嫌荷包丑陋，不肯收下呢。本王会吩咐下去，不再让你做那些粗重的活计。没关系的，王爷，双儿愿意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双儿就告退了。尊上如此急召双儿，不知道双儿是否有不妥之处呢？双儿这几天以退为进，做得不错。双儿谢尊上夸奖。原本把你安排在谢延辰府里，是为了挑起他们兄弟二人之争，没想到阴差阳错，你却来了谢延齐府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既然你来了，就要更加小心，除了继续挑拨他们兄弟二人之外，还要挑拨谢延齐和尹晴柔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双儿明白，双儿定不负所托。这是西南巡抚的奏折，上面说，西南封地送往京城的贡品半路被劫，希望朝廷对其减免贡品。如若不能，他们定会再准备一份贡品，但希望朝廷能减免部分的税赋。你们看如何处理啊？这样吧，这件事情你们回去要好好的考虑，明日早朝再与我商议。儿臣领旨。好，下去吧。儿臣告退。父皇今日只召见我和三弟议政，根本没叫老四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他是要拿此事考验我俩。上次在万华会我略输一筹，这次我一定要拿下一城。这次的确是个好机会，我们不但要好好的表现一番，还要拖一拖他谢延齐的后腿，接着给他制造点麻烦。舅舅有何良策？哎呀，阿广，你倒是快点儿啊！咱们乐天斋的招聘启事呢，是要自己去贴的，别等你写完了，天都黑了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，嫌我慢，你来啊！哎呀，好了，阿广。哎，你说这个地方也没个招聘网站什么的，哎呀，真不方便。你这么一说，倒让我越来越想家了。哎，王爷，冰块脸，你怎么这么着急就回来了？你不是去讨论国家大事了吗？看这个时间，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吧？你若不说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哟，看来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挺心烦的。来说说吧，本小姐就给你匀这么一点点的时间，陪你聊20块钱呢，说吧。